各位媒体的朋友，今天我陈明之所以召开这样的记者会，就是想向全社会呼吁，一直以来被我们号称万物灵长的人类所忽略的关于机器人的权益。我们的日常生活享受着由 AI 代工带来的便利，我们使用着由 AI 在我们人类设定下生产的产品，而且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一些失去了孩子的父母，可以从这些极端类人的青少年 AI 身上得到慰藉。这个充满了正能量的未来，就在我们眼前。阿丹，哎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妈妈，我们快走，快走，快！然而，我们的社会大众却开始反对、仇视，甚至要销毁这些由我们亲自制造的、陪伴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天的、无私奉献所有的，甚至比我们的亲人时间更长的 AI。这是为什么？我的孩子，他有2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一个跟他一样，是一个可爱而又平凡的孩子，另一个则是一个青少年 AI。然而，在他的心目中，这2个朋友的意义是同等重要的。这2个朋友在他心中都是重要的人。那天，由于社会的误解和不友善，他们的 AI 朋友受到了恶意的攻击。结果，我的孩子和他的朋友拼着自己受伤，也要把他们的 AI 朋友护送出去。我为我的孩子而感到骄傲。为什么一个 AI 值得他们2个年纪轻轻的孩子这么做？值得所有爱他、珍惜他的人，即便拼了命也要保护他，因为他们在这个 AI 身上看到了爱、希望、友情和人性，因为他跟我们一样，也是人。被电击了！先带他走。快，小心啊！赶快上车！小心啊！喂，孙玉，我爸接到郑老师电话，说长安受伤了。他在哪里啊？你在哪？我来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爸，咱们走吧。玉，爸爸不能陪你去了，而且等你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你又要离开我们了？不是，我跟你妈妈说，我要做你的榜样，所以我决定去自首。宝贝，对不起。爸，对不起，宝贝。爸爸说好要陪你的，对不起。爸，
答应过了，一直陪着你。你做的决定是对的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会去看你的，不会让你一个人。爸，赶紧去救你的朋友啊！快去吧，去，小心啊！爸，你是我的骄傲。儿子，你也永远是爸爸的骄傲。你醒了？我怎么？你受到强烈的电磁波攻击，促使你身体内的电量在短时间内迅速消耗，所以才会失去意识的。给安准备充电的晶片已经被电磁波弄坏了，所以它的电也不多。我们动作要快，快点走，快走！来，爸，安，你别再说话了，省点电吧，啊！来，茶。孙玉、浩轩，有没有人跟着你们到这儿来？没人，就我爸知道。我们一路都很小心。做得好，去。夏博士、袁博士，这是你们新的身份，里面有3张机票，还有你们在国外的地址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谢谢。郑经理，大恩大德，毕生难忘。带着长安在国外好好生活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。快走吧，走吧，长安。走。长安。长安，你怎么了，安？啊，你们帮忙，帮忙！爸，可不可以把我的记忆体和电脑连接一下？为什么？拜托你了。所以，浩轩，我想用我剩下的电力，把你们的脸，还有你们的话，都记下来。为什么？长安，你的电量只有10%了，你不能再说话了。我想把你们的脸、你们的话都记下来，这样，我妈妈就可以拿着这个记忆体到国外去，可以再制造一个夏长安。那个夏长安就会记得，他曾经2个那么要好的朋友。安，不会有下一个夏长安的。我要你跟我一起去国外。妈，我知道，就算我跟你一起去了机场，我也不可能上得了飞机。你们带我走，只会拖累你们，记得吗？那天早上，你们告诉我，受代码的关键就是让 AI 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、自己爱的，而不用每一样都要人类为它一一的植入。也就是说，
我们在创造你的时候，除了一些必须植入进去的记忆，我们是把你放在第一位的。你爱的，你喜欢的，我们都尊重你。你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由你自己选择慢慢积累起来的，你就是你。现在，我终于懂你们的意思了。因为我可以选择，所以我选择爱你们。谢谢你们，让我成为了今天的夏长安。这是我的好兄弟孙玉，他很搞笑，也很大方，是他教会我什么是朋友，什么是兄弟，也是他教会我怎么过好每一天，怎么去面对挫折。夏长安，你真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人太正直了，有什么错误你都会说出来，有什么问题你都会道歉。但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有什么事都闷在心里，从来也不告诉我们。对不起。长安，答应我，以后去了国外，有了新的朋友，别再当闷葫芦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兄弟陈浩轩，他的个性非常古怪，像个冰块一样，可是他却是个冷面小姐。他喜欢数学，不喜欢会动的东西。我跟随你。长安，你是我遇到过最懂我的人。谢谢你教我，让我怎么爱别人。虽然你现在去到国外，我们都很难过，但是说不定我爸爸以后也会带我去国外。到时候我们见面了，我们还要当好朋友。不一定。我等你。长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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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安。WOB， 不是上次我们和长安一起解的那个凯撒密码错误的答案吗？没错，它反过来就是 IAN， 是长安的英文名。那是长安的文档。这是个密码。对啊，这和长安上次给我们的那个凯撒密码转盘一样，开始解啊。这个是凯撒密码没有错，但是长安给我们的这个密码还缺少个特别关键的点。什么？上次长安给我们的密码 CUH20，CUH 后面还粘了一个数字20。如果凯撒密码没有这个位移格数的话，
就没有很快的破解办法。长安怎么会不附上数字呢？你想一想，这个是长安什么时候存的？关机的那天。而且是他关机的前几分钟，他应该是在系统里偷偷运算好，然后传到密码设在电脑里了。那赶快解，看他想告诉我们什么。可是这有数字啊，这应该是个游戏。哎呦天哪，都要关机了还这么调皮，数字1到无限大，那得多少啊？也没有那么难，凯撒密码的唯一格数值只有1到25。你想一想，他最喜欢什么数字啊？平常？啊，这可难到我了。你要我想平时喜欢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看什么电影，我哪知道？他喜欢什么数字？你从他喜欢的人事物开始着手呢3，一定是3。长安怎么会问我呢？孙悦，你怎么知道是3啊？陈浩轩，平时这么聪明，都想过是咱们3吗？